3月18號係大聖若瑟瞻禮前夕，澳門教區沈穆里賓生主教喺主教座堂主持大聖若瑟瞻禮提前大禮彌撒。主教喺講道中講述咗大聖若瑟嘅多個特質。佢指出，聖若瑟喺天主救世工程下被揀選成為一位保衛者，保護瑪利亞及小耶穌，更保衛普世教會，甚至每個教區。主教又提到，聖若瑟以慈父嘅心喺小耶穌成長嘅時候教導佢德行、知識，呢一份愛同責任心值得我哋去學習。主教認為聖若瑟係一位充滿愛與喜樂嘅人，能夠以超性嘅眼光去看事物，從細小嘅事上睇見天主，睇見愛，並以信德看懂天主嘅計劃，以愛默默耕耘，奉獻俾天主。主教強調，大聖若瑟以信德辨別天主嘅旨意，就算呢啲旨意唔容易，但佢亦甘願去盛行。另外，大聖若瑟能夠從靜默中去聆聽，從而以內修生活去活出信望愛，呢份靜默為佢帶嚟力量。最後，主教以一篇向大聖若瑟嘅祈禱文鼓勵教友們，每日都抽時間進行靜默，並呼求大聖若瑟保衛我哋，並為我哋轉禱。照顧住所有細節上嘅嘢。